伫台南市安南区公下路者，因为附近拢农田，加上农民无用农药，天气一热，就时常有蛇出现。掠蛇的任务嘛，成为里长王金秋的任务之一。每一冬至少拢会掠到10只蛇，毛地横切讲是蛇群。18号伫公青寮，就阁有一只长约2公尺的大蛇被希望啊卡掉的。王里长接到通报，马上出动来解救。也粗掉，很大哦。好可疼。对啊。安尼好，很大尾。这只号做草青母的大蛇，虽然伫台湾产业真正看见，不过是无多卖当斗食鸟鼠，所以里长伫出手解救以后，嘛将伊炸到偏远的大牌来野放。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。